青年穿着汉服上台展示，佮配合着唱歌、舞台剧等在地表演。旧历7月14是延平王生日，影视公司举办台湾文化历史变装嘉年华，希望勉励青年传承郑成功的精神。郑成功开启汉人第一个政权，也就是横渡黑水沟、勇闯台湾、收复台湾的这个一个精神。郑成功400岁圣诞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有8区成功国中学生所在内的家长庆太平表演。祖庙嘛推出成功相关的文创商品，台南邮局嘛以台湾博物馆内所收藏的国宝级郑成功画像发行纪念邮票。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邮票的发行让更多的人会当了解这个400当前郑成功的一个历史的一寡对历史的影响。郑成功对台湾的贡献。非常的大啦今年拄好咱台南400拄郑成功400岁生日来做这个邮票来发行互世界来捌台湾来认识咱台南今年嘛是台南400意义重大，为着表彰郑成功是台南市重要的文化资产，郑成宗祠嘛转换登记成立财团法人郑成功祖庙，将伫17号郑成功接受大典揭牌，迈向新的里程碑。台南新闻小会采访报道。